敢做那种小黑。叫睡觉。很高兴。其实我觉得这我有史以来，我觉得我到美国是让我最难忘的一次旅行。对啊，好，那你包一点给我多少点了嘛？也会用完，给我们记得起来那天。因为我看到我们美国的苗族同胞特别的善良热情，其实我们中国我们自己的苗族人，我们也是一样，很热情，很好客。我们在美国待了微保，比较蒙一地嘛，现在都有用的，在到北用的，比较蒙一地说待到了北，现在都有用一样的，比在比较蒙一样高，比较一种蒙。啊，用这个叫，然后你们到这里，虽然我们没有认识，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认识，但是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一家人。然后你们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对，点的多少的不觉得，北蒙嘛，北点寂寞中嘛，找不那闹的了，就是了那话，比如现在，那好在下开路的那北要一节那什么，那也那路节一个点，那很谢谢。然后这杯酒，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然后我们全世界的苗族同胞们都幸福快乐。lúc chợ nó bữa hồi tôi bé thì có bé chế món tan to chứ bé cho tìm món tan to cả mà cá nhân dùng nó với dùng xe có mua giò có những nhà có tàu và đó chưa được có tàu trong cái dùng xe nọ大家好，好，首先他到孟北州用xe到孟北州的了，现在到孟北州了，孟江。走行。随意。来了，可以。那好到了，后面没真的，好到了，好不单到，好到了后面没了到了，后面没了又到，个别到在这给用些人还呢，好了，我好了，我找到没有？到这个门还。我小北州你我看了就这呢。我们苗族同胞来自美国，苗族同胞很感谢这些有我们这里的苗族同胞有那个王培红、李永春那个阿才，还有他的家庭所以呢，今天我们很高兴，因为被用下海，要一种下乡老大的阿才都在到北，我们不然后我们自己的服务也被梦想点来北，都我给背后做脚快有主动，我也被梦想服务老天，可能一块用销我也一块用的北，也都让有我给家那边块用还有包括有被这两天，我很高兴。然后呢，我们全国的民族同胞来自美国，今天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没有想到会跟阿仔呢你们粉红这就跟你们见个面，所以我们就没有准备好什么，我们就拿了一点点礼物，就是要给你客气。这个呢我先交给您了，然后您打开，这是代表我们来美国的因为我们没有买到什么呢？这样给然后这个小小的礼物就是你们现在可以打开一下，然后我让人再解析了，再给你上。过来嘛，过来，摸个路就好了，摸，这是我们美国橄榄球队一个 Green Bay， 这是一个橄榄队然后带过来这是给你，然后你拿去，这个也是 Green Bay 那边的一个橄榄球，然后。不用，我那个妹妹来把这个给你看一下这么头到么你叫这拿过了这是我们一个什么锁，对，锁，这个和我们礼仪差不多。对，
这个锁呢，就是代表我们那边的这个苗族文化的这个符号符号。然后我姐姐带一下要给这是从美国拿过来的用香的ผมเอาลงมาแช่แล้วนะจ๊ะ像我们阿才唱好的对，这么多。然后呢，其他的都有。那个太有个是吧？对，跟那个海的电脑。你过一个欢乐苗年2018很难得的。那么呢，我一会儿我可能提前要走，明天晚上如果看不走的到凯里，我那边有个酒店叫飞鸿大舞台，然后跟着王姐你们过来，晚上我安排饭菜招待大家，好不好？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祝大家旅途愉快，身体健康，都幸福，天下苗族是一家，走到哪里心中我们有苗族，要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来。让全世界知道我们苗族是强大的，我们是善良的，所以祝大家一切顺利，谢谢。对，那用虾，对，那个比如阿菜的电脑毛那些，要当地那比如知道买，比如去开里嘛，你估计你没รู้就那毛些，比如那你那毛，比如你那带到北的情况下，北情况下好，比如好情况都对了咯，不觉得不人那还个北那看到肉，但是现在就是毛的那么搞中中，看到要。那我就加点这个好了。他海的老师高可点这样的话，对我就是我们苗族吧，就是有客人来，我们是客人，我们是一家人，但是我们带着客人，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祝阿财这个家庭新年了，188年了，所以就是要我们。188年的要发发这是的哈，要，然后今天的就是要发，要酒，这是很讲的，所以我们祝阿财辛苦的妈妈我要留念了，留念谢谢你们，妈妈欢迎你们到这里来做客。留念中虾在宝贝那边นึกไปเลยมองใหญ่ตรงนี้แหละลงเสื้อให้好，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好，我老师你都这么干啊？怎么干？别打扰了对，老师嘛，对，我们听歌，然后就吃饭，吃饭，去吃饭，边吃边聊。